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语。诗篇74篇第20至21节，求你顾念所立的约，因为地上黑暗之处都充满了强暴的居所，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过去这个礼拜与弟兄姊妹同在，使我们都平安度过。恳求你带领今日的主日聚会，敞开我们的心，聆听你的话语，领受你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以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千古保障心灵粮诗选79首，请弟兄姊妹起立。好，若您身体许可。世世代代你是帮助，未来你是盼望。暴风雨中避难处所，我们永远家乡。在你宝座荫蔽之下，我们安然居住。在你膀臂保护之中，防卫坚定稳固。大地万物未曾造成，诸山未曾生出。自从亘古直到永远，你是不变真神。1万千年，在你看来，犹如一波昨日。世人生命却如花草，转眼枯干消失。求你教导数算年月，使我得到智慧。用你慈爱满足我心，一生喜乐丰富。世世代代你是帮助，未来你是盼望。今生今世做我保障，永世做我家乡。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玛利亚童贞女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自赞美，不自伤。
姊妹请坐。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50篇第1节至8节，22节至23节。诗篇50篇第1节至8节，22节至23节，在教会圣经旧约581页。由我来诵读上半节，请弟兄姊妹诵读下半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大能者上帝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全美的锡安中，我们的上帝要来，绝不闭口。他招呼上天下地，说：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们忘记上帝的话，要思想这事。我们一起读：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我们同心为以下的事项来代祷。第一项，为非洲国家查德共和国祷告，基督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中。第二项，为卫理公会北2教区圣保罗堂王光裕牧师，让教会奉献可以充足，在当地可以得人如得鱼，牧者同工，身心灵健壮。第三，为中南部水灾持续仰望主，求主特别施恩看顾山区和易淹水的地区居民的安全。第四，为暑假后升级新学期及新学校的儿童及青少年祷告，愿主赐他们新的展望和学习。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结束这一段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课，请汪怀宇弟兄来攻读本主日经课：以赛亚书1章1节10至20节，希伯来书11章1至3节8至16节。请。今天经课有2处，第一处是在旧约以赛亚书1章1节，还有10到20节，在教会圣经733页。第1章第1节，当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希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有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将品是我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地祷告，我也不听。
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就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第二处经文在新约希伯来书11章1到3节，还有8到16节，在教会圣经248页。第11章第1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个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所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预备了一座城。以上是今天的经课。谢谢华宇弟兄。今天正道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2章32至40节。路加福音12章32至40节，在教会圣经新约82页，由我来诵读。32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36节，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侍候他们。或是2更天来，或是3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40节，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献诗，今天诗班要献的曲目是《生命活泉》，诗班请。
谢谢诗班，愿一切歌颂赞美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正道，以下时间交由本堂陈伟文牧师来为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提早准备，从容应对。牧师请。喝到生命的活水，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喝到生命的活水？如果你有喝到生命的活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水，喝我的必不再渴。”我们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很喜欢喝冰凉的饮料，天气热开冰箱喝可乐，但是喝这些会再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喝我的必不再渴。”上帝帮助我们，上帝的话一直永远长新，上帝的话一直是事实，上帝的话一直是真的。我们如果还是觉得生命有很多的干渴，我们如果还觉得生命中有很多的，好像很多的想要、需要，或者是还有很多很干很渴的地方，那么表示我们还没有让那个活水进到里面。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涌出那个生命的活水，使我们里面不再干渴。愿上帝来带领我们。那感谢上帝，我们能够在这一周可以回归到我们有主日的时候，因为上一周我们真的是相当可惜，因为政府有发布这个叫做大雨特报，所以叫做我们就暂停了一次的这个我们的华语堂，那是相当可惜的。因为这个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会很希望我们能够有时间来敬拜上帝，但是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变化的时候，今天这个题目我相信大家常常在电视上会听到因为有一个小姐姐她就会告诉大家说，这个台风来临的时候要这个提早准备，要从容应对类似像这样。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生命提早做准备，能够从容的应对人生当中各样的风浪，人生当中各样的风雨，人生当中各样的一些超过我们想象的事情？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提早准备，也能够来从容的来应对。开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我不晓得大家因为最近大家应该很多人会喜欢用 AI 因为 AI 现在非常的风行很多的这些的这个东西，包括很多人写文章或是写一些东西都要人家来这个用 AI 或者是尝试用 AI 去做。我们教会有一位画图的弟兄一个画画的老师，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老师，请问一下，这个现在的孩子们都喜欢用 AI， 那万一哪一天他们用 AI 来画图的话，那你怎么去判断那个 AI 画出来的图会是是不是你所期待或想象的那样好，我们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图，知道这个在讲什么吗？这个人他找那个德瑞莎修女的图，说我要打击贫穷，对不对？结果变成什么？这个德瑞莎修女跟谁在打架，知道吗？跟一群这个黑人小孩在打架。因为 AI 它找出来的东西是什么？那个黑人的小孩应该是比较贫穷的，然后德瑞莎修女是这个要消灭贫穷，所以两个人在互相在对打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事情是，我们让电脑去做这个事情，让 AI 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它却没有办法真正去体会跟了解我们真正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对他来讲，他只能够就他的资料库里面去搜寻到这些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误解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也是这样曲解了要打击贫穷，所以我们变成是像德瑞莎修女在打这些的孩子一样？会不会我们也会误解了上帝的话？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校正回来。为什么我们说要校正回来？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做标准，
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理解错误，有时候我们常常在教导当中，如果没有认真的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回归到归零，回到神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就会像这个 AI 一样，画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了。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好自己，常常提醒自己，领受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里。愿上帝来带领。好，我们请举起圣经，我们一起来宣读这样的祷文，让我们能够预备将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祷文，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牧师不排斥大家用手机来看圣经因为确实现在3C 很方便。那但是请记得一定要放在那个叫做圣经软体上，不要放在那个叫做赖群组上或者放在其他的地方让我们能够专心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好，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是。很多人常常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天赋的人，觉得自己是没有恩赐的人。然而最近有一句话让我相当的感受非常深他说，如果没有天赋的话，那就要一直重复；没有天赋的话，那一直重复。好，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很多人会说我不行，我不会，我这个我不要做或什么，好像觉得我们能力很差。其实并不是，一件事情做久了，你就会变成专家了。很多人会问牧师说，牧师为什么我听不到上帝对我说话？牧师为什么我好像不了解上帝对我说话？我好像不太明白上帝有没有对我说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一直每天不断的重复来读圣经，来读上帝的话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听到上帝对你说话。我们也许没有那个天赋，说我好像成人主日学老师一样，我很会教圣经我很会分析圣经，我没有办法像牧师这样，好像这个会讲这些的圣经的道理，这些我都不会。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每一天我们重复不断的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听到上帝对你说话。很多时候我们听不到，是因为我们没有喜欢愿意重复不断的去听上帝的话。我们都很喜欢一下子上帝赶快好像打个雷下来，让我可以听到上帝说话。其实我们需要每天不断的领受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里。上帝会对我们说话，上帝也会启示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刚刚也提到了，如果我们不要误解上帝的话，如果我们不要去听错上帝的话，那么我们需要每天不断的重复的来听上帝的话，来读上帝的话。你会发现上帝的话不断的在提醒你。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老师，一个姐妹，一个神学院的老师，他在新加坡念书的时候，他去学咏春拳，一个老师教他咏春拳。他每一天老师就会在他耳边告诉他，要这样做，要这样做，要这样做。他觉得很烦，老师怎么每天都在讲这个，很烦。可是当他回到台湾的时候，当他自己要练这个拳的时候，他觉得老师的话不断的在他的耳边提醒着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听上帝的话，那么让我们不断的把上帝的话存放在心里，愿上帝来带领。所以刚刚提到有很多经文，我们常常会认错、想错，或是看错了。好，所以各位，我们今天看的圣经里面，在前半段的地方，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各位知道我找这张图很久，为什么？因为要找百合花跟飞鸟，知道吗？好，所以这个今天的经文的前半段有一段，耶稣在讲什么？这个野地的百合花，天上的飞鸟，对不对？他说不种也不收，但是上帝仍然让他们能够饱足，让他们养活他们。他说我们岂不是应当要放心，不要忧虑？好，但是各位，我们很容易把这个经文看错是什么？耶稣说这个不要忧虑，那就是不要努力了。我们不要去努力不要这个放轻松不要努力。其实错了。
虽然我们不为生命忧虑，但是并不是表示我们不要努力，你仍然要为你的生命去努力，只是不要忧虑。能够听懂意思吗？你仍然每一天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该工作要工作，但是不要太多的去想说，我还会不会担心我的这个明天会不会有收入，我的下一餐在哪里，我的什么地方在哪里？我们要相信上帝必然带领。各位，我们有一句经文，我们常常在念，但是我们常常却把它，就是不相信它啊。我们知道诗篇23篇的第1节啊，各位还记得这一节经文吗？如果不记得，我们来看一下啊。好，我们来念一下这个圣经哈，一起念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好，我们很会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常常是一个好像缺乏的人一样。我们常常很担心，我们常常很害怕，因为好像这个牧者不在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如果有机会来参加上课但是我们已经上到一半了，但是还是欢迎啊。如果各位礼拜3的晚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有一个礼拜3晚上有一个圣经背景的课程，我们会在那里会读到有关圣经的背景，让我们读经是一个比较立体性的，能够了解圣经的内容。在前2次的一个影片里面特别提到，牧羊人在带领羊群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早期是牧羊的，所以他们在带领羊群的时候，这些羊他们早上可能在这个地方吃草，下午可能又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吃草，所以他们的有没有草吃，羊有没有草吃，都是牧羊人带领的。所以羊不用担心下午的草在哪里，明天的草在什么地方，因为只要跟着牧羊人就有草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好像那个羊一样，但是我们很担心下午的草在哪里，明天的草在什么地方。然而这些的牧羊人，他们并不是都一定在某一个地方，他们是游牧的，今天在这边吃一吃，下午可能就到别的地方，但是因着有牧羊人的带领，所以这些羊是安心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叫我们不要忧虑？因为我们有一位牧者，他必带领我们。我们现在很多人拥有的是太多了，多到一个不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舍弃。我们认为应该要有这些东西，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生命当中，上帝要给我们的不是加法，而是减法；不是增加东西，而是让我们减少这些，让我们不需要的可以不用带着。羊不需要自己带着草，因为牧羊人会带他到有草的地方。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信心软弱疲乏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耶稣的面前来。所以他要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的想象，他要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期待的。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的5章7节我们来念一下这一节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起念来。因为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好，再一次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好，所以不是上面那一段，那只是解释而已卸下重担，不再忧虑，是因为我们相信牧羊人的带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什么要信上帝？因为相信他必带领。上帝有时候把我们从这个地方，从甲地带到乙地去，都有他的旨意跟带领。所以不忧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位上帝，相信他必然带领我们。好，所以真正的祝福不是在我们拥有很多，而是在我们的心在什么地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经文里面34节的地方给我们的提醒。我们来念一下34节，一起念一下34节，一起念来。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好，耶稣总结了在刚刚前面讲的那个不要忧虑的经文，或是不要忧虑的那段话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你应该要去看重的，不是只有世上的事情，而是你应该看重你跟上帝的关系。这里的财宝在哪里，心在哪里，就是我们有多少投资在上帝那里，我们有多少放在上帝那里。
各位，其实如果再往前看那段经文，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很可惜我们上个礼拜因为暂停礼拜，所以只有台语堂有读到这段经文。在上个礼拜的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一个财主，他心里面有很多的需要想要，他赚了很多的钱，还有很多的麦子。圣经里面提到说，他要把仓房打掉，重新再盖更大的，他要把很多的麦子收在仓里面。然而上帝却告诉他说，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寄居的，你所收的这些要在哪里？要跟大家做一点新的解释啊，因为上个礼拜在台语堂的时候，我有做了新的解释，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说，是不是在表达说这个中国大陆有句顺口溜叫做“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啊。好，是不是在表达这个？就是有一天你生命离开了你这个所存的你要给谁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有看到这一层的话，那就太浅了。其实这一段经文有一个背后的深意是什么？各位，如果看那个财主，他什么东西都有了，他还对他的灵魂说：“哎呀，灵魂啊，你可以这个安心了，因为你可以吃喝快乐，因为今所有的我都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财主缺了什么吗？知道这个财主缺什么东西，知道吗？再跟大家提示一下，他是犹太人。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跟一个少年官讲说什么？他说：“你缺少的还有一件呢。”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犹太人，这个富有的人，什么东西都有，但是他跟上帝的关系几乎没有。他想到的是，哇，我的灵魂可以这个台语叫做轻盈清闲可以快乐，我可以吃喝。但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是没有的。所以他存了很多地上的钱，但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是没有存款的。各位记得我们在现代的社会常常讲一个叫做关系存款，知道吗？人跟人之间要有关系的存款。你如果要跟这个人要维持好的关系，你要常常讲好听、赞美、肯定的话，这个叫关系的存款。据说是这样了你如果讲一句负面的或是不好的话，你要用10句的好话才能弥补那一句的不好的话。所以各位知道，这个讲伤人的话容易不用训练，但是你要讲好听、赞美、祝福的话，要讲10次才能抵上1次的那个叫做负面的话。同样的，我们跟上帝也有关系存款。如果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没有存款的时候，存款是0的时候，那么恐怕就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事情。拥有世上所有的一切，但是跟上帝的关系却是0的。所以各位知道有一个哲学家叫做巴斯卡他在他的这个文章里面特别写到一个事情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里面留下一个空缺，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填满它。所以如果你找到很多东西想要填满，包括你的爱情，包括你的亲情、友情，包括你的金钱，包括你所有一切的财务、学历，这些东西即使你拥有了一切，但是恐怕还没有让你的心可以得到满足，因为你总会觉得心里面少了点什么。所以只有这一位上帝才能够填满我们内心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空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看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有存款在那里。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存那个在天上的财宝，意思是什么？不是指地上的，而是我们在天上，我们有存哪些的跟上帝的关系的存款在这里面。好，但是在后面的地方，请大家注意到后面有一个地方有特别的转折除了我们需要存跟上帝的关系的存款以外，另外后面这个也是在讲跟上帝的关系的。好，但是要先跟大家先介绍这个职业。好，各位知道这个职业是什么，知道吗？在英国有一种职业叫做管家。好，但是请大家要清楚一件事情，不是像我们那个叫做一般的那个外佣，或是家里面的佣人，那个打扫整理的那个，不是。英国的管家是在做什么？他们是有学校的。
英国的这个英式管理的这个管家，他们是能够为主人来做一些的服务的工作，包括去照顾到主人的3餐饮食，还要照顾到主人的家庭财产，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他来管理的。所以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相当重要，特别对一些富有的人家来说，主人如果没有空去管理的时候，通常都是由这个管家来做管理的。好，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看过有一部电影我很喜欢看电影，我跟师母都很喜欢看电影。各位有看过那个蝙蝠侠知道吗？蝙蝠侠有一个管家叫做阿福，知道吗？他就是这个角色他要帮他的主人预备3餐饮食，然后还要帮主人打理家务。所以主人随时离开的时候，他要守在家里面，帮主人维持好他的家庭。所以今天的经文有一段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比喻说，我们应该要像管家一样来管理上帝的家。这个管理上帝的家是什么？除了我们要累积财宝在天上以外，另外我们的身份是上帝的家里的管家。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管理上帝的所有的一切，包括管理我们的生活，包括管理我们的生命。各位，在创世纪里面，上帝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命令。上帝说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上帝给人有管理的一个权柄，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做一个好的管理者，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的一切所有，都要做好的管理。最近跟师母去玩那个血糖机因为师母要去装一个血糖机在身上。好，结果呢，这个各位知道，其实为什么有时候我很怕去医院？因为去医院里面有时候医生还要检查，还要告诉你说，你现在指数可能有什么问题。虽然我没有去医院了我们是去换那个血糖机的地方。结果那个测血糖的那个卖血糖机的那个小姐就问说，你先生可以测一下，让他来试试看。结果我就跟师母去这个测这个血糖因为他那个测血糖的帮我测了一下。向来我都以为我的身体状况比师母好很多的，知道吗？我觉得我应该有运动，我应该有这个至少比他动得多或者是生活上会比他好一点。结果一测，哇，快300了快300了，真的，这是真的然后呢，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我的血糖会飙到这么高没有想过。后来我才想起，原来我的前一天是什么？因为师母有在节制，我比较没有了所以那我们晚餐我们买了2个便当，对不对？师母只吃了一半。各位知道那个怕浪费的人就是这样，就是怕说，这个剩下一半没有吃，太浪费了，所以就把剩下的一半吃了，然后我自己的便当也吃了。各位知道1个半的便当，你知道分量有多少？应该知道了所以后来一测，哇，怎么这么高好，然后到医院里面去的时候，那个糖化血色素还飙到12哇，我从来没有飙到这么高过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个状况。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那个叫什么？我们没有好的管理但是千万不用担心我现在已经很好，饭前已经到97了，已经很好了但是当然在努力中因为有提醒就是警醒了，我们需要去提醒这个部分。好，所以耶稣告诉这些听众要做什么？他说：“你们要树上带灯，也要点着。”好，各位知道点灯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知道吗？晚上。这个要束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工作的时候，非常好工作的时候束腰，对不对？晚上的时候才点灯。所以这个管家他要做什么事情？他整天24小时，白天晚上他都要守着。因为主人什么时候回家不知道，但是他一定要清醒，他要守着，要守夜，要守着主人回到家里面来。跟大家讲一个实际的案例各位知道这个英国女王那个伊丽莎白知道吗？她过世
几年前过世嘛，对不对？可是各位知道，国王的花园有好几座，千万不要以为国王的花园只有一座啊！国王的花园好几座，他今天想要去哪一座花园玩，他就会去哪一座花园去玩一下。好，有一个在女王过世的当天，有一个记者去采访这个英国的他的那个王室有一个花园，那当然那个管理人员那个园丁还不晓得他的主人已经走了。记者去问他说：“你为什么在这边这么努力的在整理你的花圃花园？”这个园丁他说：“我随时在等着女王来我的花园，我随时在等女王来我的花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他不知道女王已经离开了，但是他随时都准备好。他说有一天，他说20年前女王曾经来过。他接待过，他说20年后他不知道女王什么时候会来，但是我随时准备好女王的来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要我们做一个好管家，是管理什么？我们每一天应该都认真的在我们的生活上做好的管家、管理者。上帝给我们有托付的时候，也会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也会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自己不能做什么。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好管家，管理主所造的一切。各位，如果在周报上，我不知道大家回去有没有看周报，或者是各位还记得我们今年教会的年度目标？虽然我们今年是60周年，我们教会60周年，但是今年教会的一个年度目标上面写的是什么？成为仆人，服侍众人，做主的仆人，对不对？所以，其实上帝常常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任务，要我们能够成为他所使用的器皿。而我们是不是认真的去做这样的服事，认真的去这样的去参与在侍奉的当中？我所谓的侍奉，不一定是要很大的服事侍奉，包括一个很小的，包括我们可能只是负责打扫整理，或是我们只是在花圃里面种花草，我们是否都认真的去看到，我随时都准备好我的王要来到？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愿意被上帝使用的人，上帝也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跟能力。所以刚刚前面讲说，我们没有天赋没有关系，但是要重复，一直不断的重复。求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我们的服事不一定人会看见，但是让我们不断的重复，我们在那个服事上就能够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我们有一位姐妹在小乐团里面，她是一个刚初学的那个吉他那个乌克丽丽的一个学员，然后这个是天一兄他教的学员哈，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哇，你好厉害，你会弹这个乌克丽丽啊？他说，哎呀，不好意思，我是一个初学者。我说，哇，可是对我们这个不会弹乌克丽丽的人来说，你已经是很厉害的高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觉得你的服事没有什么，也许你觉得你的服事不过是小小的服事，但是对没有参与这个服事，或是对这个服事不熟悉的人来说，你就是高手了，你就是很厉害的人。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上帝的拣选，当上帝使用你的时候，也许你认为只是一个小小的服事，但是上帝使用你能够做极大的事。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管家他怎么样。后面这里很有趣啊，因为各位会看到一个强烈的对比。我们来看一下36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6节，一起念来。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好，这个管家他随时准备好，他白天要束上带子，晚上要点灯，然后让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随时要立刻给他开门的。好，但是很有趣，各位会看到后面一个事情哈。但是要先讲，上帝看到的是我们的用心，我们是否用心在做这样的服事？不见得我们做得很完美，但是我们能够用心的来侍奉。这个管家他等候主人，这个管家他等主人的来到，他没有这个忘记他的身份。主人来到的时候，他随时给他开门。
所以主人后来做了一件事情，请大家看一下37节，很有趣的地方。3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7节，一起念来。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进前伺候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看到这个很特别的地方吗？仆人应该要服侍主人的，居然到现在后面因着他的一个忠心等候，居然主人要来服侍这个仆人，主人自己要来服侍这个仆人，这是太奇妙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圣经是讲假的。当我们要享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跟上帝的服事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到我们需要怎么样成为一个能够警醒等候主的人。上帝自己要成为服务我们的人。圣经上有佐证的，要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段的圣经哈。但是要在看圣经以前，先了解一下那个表示什么。各位刚刚那个阿福跟那个蝙蝠侠的例子，各位知道在电影里面我曾经看过，那个阿福本来要服侍他的主人的，结果有一天这个主人一时兴起，换他束上带子来服务他这个阿福。阿福突然间觉得哇，太惊讶了，我的主人居然会来服务我。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有的。好，请大家看一下这一节经文啊，约翰福音12章26节。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圣经，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约翰福音12章26节，一起念来。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看到那个吗？上帝为什么会尊重我们？因为我们来服侍耶稣，上帝就尊重我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何等爱我们，我们居然可以享受到上帝要服侍我们。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预备心来服侍主？上帝要为我们做这样的服侍，他要亲自来服侍我们。当然有很多人会把它做对比啊，各位，其实还有一段经文里面，耶稣也是说到这些的仆人，他们做完事情的时候，他要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啊，这个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夸口的。但是那个背景不一样。在这边提到的是什么？当这个仆人他用心来服侍主人的时候，他警醒来服侍主人的时候，主人反过来要来服侍他，因为他的忠心，他得到他该得的奖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侍上帝，我们能够得到神对我们的尊重。上帝他说他尊重我们，约翰福音12章26节，上帝尊重那些服侍他的人。愿上帝帮助我们。上帝既然都尊重，那么我们也应该尊重那些服侍我们的人。特别有很多人的服侍不一定看得见，有很多人的服侍，他们都是在暗中的，他们都是在私底下的，但是上帝仍然要回应他们，因为服侍主的，上帝说：“我父必尊重他。”好，但是有趣的在后面这一段啊，也是一样，在提醒我们要警醒的。3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9节，一起念来。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耶稣为什么要转折这个部分？前面才在刚提到一个叫做不要忧虑钱财，但是马上就提到未来的事情。耶稣在提醒这些服侍他的人、跟随他的人，耶稣说他要来到，他要重新再来，他要重新再来。这一段经文里面提到的人子，指的就是耶稣要再来，有关末世的事情。耶稣提醒这些服侍的人说，主人要再来，但是这个家庭的主人、家里的主人，或是说这个仆人，他是不是能够警醒？好像这个主人他会等候，他不要让贼来偷他的东西，所以他一定要把他的房子守好，他一定要守住这个房子，要警醒。好，各位，这里提到说挖透房屋啊，在亚兰文的原文里面叫进入。主人如果知道贼什么时候来，他就要防止那个贼会进入到他的家里面。好，各位知道为什么会说进入跟挖透是一样？各位知道，如果你晚上有人挖你的墙壁的时候，你应该就会听到，再怎么沉睡应该都听得到声音吧？好，但是如果把它换成那段话换成亚兰原文叫做
进入的话，就要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说耶稣再来好像贼来一样，要警醒，随时准备好。我们家真的有遭过小偷哈，不是在这里，我在嘉义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曾经遭到小偷，我没有想过，真的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啊。所以各位，其实贼来要很小心，你根本不晓得什么时候贼就来了。我们在嘉义的时候，我们的礼拜堂其实有铁门哦，但是这个贼他很厉害，他已经知道我们的那个铁门的开关在哪里，他用长杆子去戳那个铁门的开关，戳起来之后进去，然后也把那个摄影机就转到别的地方啊，然后把教会里面所有的东西就扫一遍，然后轻轻声声的，而且在那个洗手台里面准备2把菜刀，从我们的厨房里面拿菜刀放在上面，就是万一如果有人下来的是要跟他拼命的，要跟这个人拼命的，还好我们那时候都没有下来不知道，反正那时候睡得很死了。全部搬完之后，隔天早上照例起来要来晨祷了，礼拜堂里面怎么空空的本来就空空的了哈，电脑也不见了。然后我们那一天本来要带学生去这个荣民之家，要去表演的，所有的礼物全部不见了，东西全部不见了，然后弄得非常的混乱。然后想说是早上有谁来了吗？结果不是谁来，是贼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贼来了。耶稣说他来的时候好像贼来一样，他不会告诉你，不会通知你，但是你是否预备好？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了这个话2000年了，他会不会再来？不知道，但是什么时候来不晓得。40节他说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人子随时会来。我们是否成为一个好的管家，随时等候预备主的再来？怎么预备？我很喜欢论坛报这一篇哈。他说你的爱心、时间、金钱、你的力量、心思、行动，这些资源我们有没有存在天国的口袋里？我们有没有存在刚刚提到的那个不会朽坏的那个钱袋的里面？我们有没有把这些放在这个里面？我们的时间、金钱、爱心、力量、心思、行动，这些我们用在什么地方？还记得刚刚最前面那段经文吗？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上帝帮助我们，当然不是说叫大家每天都守在教会里面不出去工作啊，千万不要误会。我们仍然要努力工作，但是我们的时间、金钱、爱心、力量、心思、行动，我们要把它放在有没有跟上帝有建立关系的地方。还是我们赚了很多钱，用了很多的这些的，得到很多的物资，但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存款是0存款。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有美好的来往，美好的交通。包括你看到有需要的地方，你看到年轻人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给他不管是金钱上的支持，言语上的支持。当你看到有一些事工应该要去做的时候，你是否有为他来去做奉献？当你看到有地方有需要你投入的时候，你是否有行动在那个地方？你是否花时间花力量在那个地方，为了要来使上帝的国得荣耀？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些也存进天国的口袋里，不是只有存进自己的裤腰带里，让我们也存到天国的口袋里，把我们这一些放在存到永远的地方，不是放在会过去的、会消失的、会不见的。上帝帮助我们，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预备存到永生的财富。我们要学习善用金钱啊，所以千万不要觉得金钱不重要。牧师刚刚讲的不是我们说金钱不重要，而是怎么样去善用金钱。耶稣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平安，不是世界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4章27节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4章27节，一起念来：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上帝耶稣提醒我们不要忧愁，不要胆怯的原因，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让我们会看到
这一切比我们去忧虑金钱、忧虑这些的一切的事物更加的好，因为上帝要把这样的平安给我们，让我们不忧愁也不胆怯。所以正确的使用金钱，把它放在对的地方，让人对福音有更多的认识和爱。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把我们的财宝放在神的地方。所以地上的都会过去，地上的投资有一天都会过去，但是我们要存留在天上的投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刚刚提到的时间、金钱、爱心、信心，我们的一些的能力，是否投资在属天的事上。第二个，预备存到永生的财富，我们需要警醒跟等候。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预备好自己，警醒。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失败，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软弱，但是上帝仍然给我们有盼望，让我们知道他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是极大的。记得刚刚提到的那段经文，上帝必然尊重我们，有人服侍主，上帝就尊重他。我们每一天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好好的去运用，求主给我们有使用时间的这样的智慧。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需要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所做的不是好像给人做的，有时候给人做的会偷懒，或是我们不太想要，或是因为情绪的问题不太想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每一天要做的，让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主而做，不是给自己做的，不是只为自己做的。第三个，预备好存到永生的财富，请我们做好这个好管家。上帝给我们有一本记账本，我们其实都知道的，我们有多少扮演这个管家的角色，能不能够把上帝给我们的这一切做好的管理，能够做好的分配。当然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上面，我是否做一个好管家，能够管理主所给我的一切。过去早期初代的教会的会友，他们把所有的一切献在上帝的面前，他们用这样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忠诚跟忠心。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我们的忠诚跟忠心表现在我们对我们的工作是否忠心的摆上，我们的生活是否忠心的摆上，我有没有好好管理我的家，我有没有好好管理上帝给我的一切，用这样的心来服侍上帝。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随时预备好做一个好管家。所以成为合上帝心意的人，让我们也常常做这样的祷告，合上帝心意的祷告。最后鼓励弟兄姐妹，除了我们需要地上的事情，我们也需要追求天上的事，让我们也常常追求在属天上面的事情。有一位姐妹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她这样提醒，她是教会的干事，她有一次这样提醒，她说：仅此一生，投资永恒。仅此一生，投资永恒。你的一生也许很短暂，有的人一生很短暂，当然也有的很长，但是不管我们的短暂或长，我们投资在哪里？仅此一生，投资永恒，追求天上的事，不要一直只有追求地上的事，让我们也追求天上的事。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来关心属天的事，不是只有在地上的事。让我们能够随时预备好我们自己，让我们随时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管家，能够管理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做一个好的管理者，预备好我们自己，随时等候主你再来。让我们能够在主你来的时候，被你来称赞，说我们是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每一个时刻都预备好，随时主你再来。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证道，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警醒的仆人，因为主什么时候来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要多做预备，以便迎接主的到来。好，现在是圣餐礼，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弟兄姐妹，我们每个月卫理公会第一个礼拜都是圣餐礼拜但是上个礼拜因为我们停班停课，所以没有举行圣餐礼拜。牧师也要在大家面前也要跟大家来这样的一个认罪悔改了因为
我是各位应该看到我们是60周年，这个堂庆还在，这个标语还在啊。我们已经60年了，我们卫理会荣光堂已经60年在这个地方。我是第14任的牧师。那在这个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历届以来，我们当然人无完人，没有任何人是完美的跟完全的。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做错决定跟错误的一些的判断的时候，包括我们历届以来14任的牧者，我们都有这些。请弟兄姐妹也常常要为牧师祷告，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要跟大家讲一个实况因为在上个礼拜要不要决定暂停做礼拜，其实心里面很挣扎因为每一次要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些难处，就是到底这个决定是不是对的？然后一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礼拜天早上好像又无风无雨，所以心里面有一些难过，说这样会不会让弟兄姐妹会觉得好像聚会是可以随时暂停的？所以你知道牧师其实心里面有压力很大另外一个压力就是也会有很多弟兄姐妹说牧师这个都已经宣布停班停课，我们还要做礼拜吗？各位知道，其实每一次的抉择跟决定都是相当困难的。我不能够说一定哪一个是好的，但是请弟兄姐妹，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因为在每一个做决定的事情上面，真的相当困难，所以也请弟兄姐妹要为在上掌权者或是为长官们祷告，因为他们每要做一个决定都是很困难的。包括我们的父亲节刚过，各位，我们在家里的父母亲要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也是相当困难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当然人没有完全的，我们需要主格外的怜悯跟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使我们彼此接纳、彼此原谅跟彼此饶恕。愿上帝来带领，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我们的圣餐礼拜。看啊，我正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之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我们一同来读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俯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
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伏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杯，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要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一同来同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请陪餐的同工到台前来。今天很特别，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了，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献给你们，是高粉丝。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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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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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准备好、预备心来朝见我们的主，并且来分享这饼杯，就让我们来到台前，让我们恭敬到主的面前，谦卑求上帝的恩典。我们一同来领受这个饼杯。
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可以分2道这样进来，从中间走到进来。我们有2组可以在这边来领受饼杯。当你拿到饼之后，请我们沾着杯，然后立刻来使用，然后我们就回到座位上。请我们继续的为自己祷告，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有得罪上帝、有得罪人的，让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认罪悔改，来祈求上帝的饶恕跟赦免。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正式成为基督徒，但是你已经信耶稣了，那请你用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让我们在心灵里面来领受这个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有2道可以进来，让我们可以来领受这个饼杯。这个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不小心饼掉进杯里面，不要用手去捞哈，我们会再发给你一个新的。好，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共用一个饼，共饮一个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那请我们能够安静坐在座位上，我们等候这个时间能够来经过。或是你已经信耶稣了，虽然还没有受洗，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手放在心上，让我们在这个时候灵里面来领受这个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后面涂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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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妈妈。好，还没有领到的后面。如果我们已经领受过了，让我们就坐在座位上，为我们自己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来祷告，求主来帮助，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来领受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奉献求恩文。
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我们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我们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直到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好，我们今天的圣餐礼到这里。让我们以诗歌来回应上帝的爱，主内满足，心灵粮诗选346首。弟兄姊妹，请起立。求主耶稣，我已思念，心中满有甜味。若是在天亲见主面，必可向天百倍。为主能使我心知足，主外别名无畏。仁爱生命永远喜乐，悬在主耶稣内。口所能唱，心所能想，任何罪意思念，从无一样声音能比我主美名更甜。为主能使我心知足，主外别名无畏。仁爱生命永远喜乐，全在主耶稣内。我常思想忧伤之人，为主能使我心自主，主外别名无畏。仁爱生命永远喜乐，全在主耶稣内。你若问我寻见救主，究竟有何所得？主的恩爱比神难数，深远你亲尝受。为主能使我心知足，主外别名无畏。仁爱生命永远喜乐，全在主耶稣内。为主使我平安福乐，有时将来赏赐。求主使我以你为荣，从今直到永世。为主能使我心知足，主外别名无畏。仁爱生命永远喜乐，全在主耶稣内。弟兄姊妹，请坐。
现在我们要收纳基督徒的奉献。第一次来的新朋友，若你还不是基督徒，或还是不了解奉献的意义，请安静的在座位上，让奉献袋从你的面前经过就可以了。请司献同工到台前来。好，我们一起为奉献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感谢你在生活中丰富的供应，我们将奉献的金钱献上，用在你的圣工上，愿你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向主献陈歌》。请坐。这里有3位应该是新朋友哈。假如我介绍了3位以后，还有没有介绍到的新朋友，请你也可以自己向我们介绍哈。好，第一位徐艺林，欢迎您，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好，第二好像有2个，第2个是王子贤林欣哈，是，欢迎你，一次欢迎，永远欢迎。第3个是路德师母介绍的朋友，有吗？好，欢迎你。那请问还有新朋友吗？好，一次欢迎哈，新朋友你们来，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好，我们来唱《成为一家人》，我们先唱完第1段后，再一起拱手问安哈。好，预备起。成为一家人，凭着耶稣，凭着
姊妹请坐哈。好，因为今天时间有一点紧凑哈，所以我们在事工报告上呢，大概就是会几点报告哈。第二点，本周主日延续8月份的圣餐主日，今天主日后12点30，在201教室有8月份的执事同工会，请执事们参加。那今天主日后3楼有安排前镇分局交通宣导，请弟兄姊妹能够拨空来参加哈。那第6点跟第7点呢，都是在8月17号举办，有3个事工，就是8月17主日后12点，在201教室由崇拜执事召开60周年的堂庆事工分享啊，请相关同工可以留意参加。第2点呢是成人主日学课程会议，11点45分在205教室召开，也是请同工留意参加哈。第3就是8月17主日聚会举办升级礼，我们特别为升小一的温全恩、蔡宗宁、林慕言，升国中的林炳轩、陈佑润、贾雨晴、张乐平、蔡云瑞，升高中的张维义、张维富、谢胜恩，升大学的廖寻生等同学来祷告哈。看到这些孩子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祷告中特别为他们来守望哈。那接着的事项，请兄姐们自行参阅哈。那肢体消息第2项，恭喜本堂高桥秀长只为喜获麟儿，真的为他们很高兴哈。那我们也特地为身体不适的代祷哈，请大家关心代祷，这样子。那请问牧师有没有要补充的？好，那3一颂，请起立。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有人说台湾是行人地狱啊，但是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人从地狱救到天堂来啊，所以希望我们等一下可以耐心来听这个交通的安全的这个部分啊。我们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做你的好管家，帮助我们能够忠心摆上自己，使我们在时间、金钱、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能够做众人的榜样。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阿门。阿门。阿门。弟兄姊妹，请坐。好，那我们就直接让那个宣导员来做宣导好了，好不好？这样子哈，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俊奎。今天的聚会到此，谢谢大家。